你看哦，来这个信件叫人家登入哦，辛辛苦苦申请的账号，还有电子邮件呢，然后发信件来叫人家登入哦，按进去说不能用了，你看，按进去说没有办法用，已登入了，然后有新增账户呢，又按照他的指示又新增了第3行这一条账户。然后退出来以后，再按那个电子邮件要登入，还是不能用啊！这真的是叫做 trouble maker， 制造烦恼的。